啊，你带定邦来，林总敢袂真解哟？人即摆在叫人呢。所以啊，爱用车啦。你手安怎无？有安那，多谢。爸，听讲今日主办的林总啊，常常用拿出去呢。哦，咁夫妻袂歹啦。啊，毋过进前啊，少少讲到因翁，今仔日看到因规家伙啊，我有感觉，我家己亲像一个活人共款。唔比会长啊有林总你个了，啊林总条件遮尔好，伊应该无可能无动心啦。蔡大律师敢无甲你讲，伊已经决定要甲你切断啊？伊真正安尼讲？为着你的代志，我阿甲我回信咧，清脆甲我讲，伊要甲你分手。你要甲我分手？你毋是甲我求婚？歹势啦，我会失去我的家庭。借我300万，最紧我。唉，顾不及咧。伊是小杰李老师，还要靠我老师。迄个人想定邦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还要靠我老师。这是王安，姓安，黄总你好。你哪会知影阮爸是总经理啊？哦，我猜的。若是有可能啊，我想要甲伊带回来。不过我听因同学讲，罗成甲美惠阿国，美惠心内哦，有一个人，不过迄个人毋是我。哎呀哥，我希望我后世人的每一天哦，都会当有你来作伴。对的时阵，拄着对的人，迄个人就是你的。